你唔需要逼自己去社交。內向者 I 人淨係要善用3個天賦，一個人係可以做到年收入過百萬。我未創業之前都係一個打工仔啦，身為 I 人要參加公司 annual dinner 唔同嘅 team building 活動係好困擾，你逼我放工仲要對住啲同事。轉咗做自由工作之後，我變得更加 I。呢幾年好多朋友叫我去咩 BNI 啊，同人商業交流，我幾乎全部拒絕，因為唔覺得有咩幫到我。我就靠一部電腦、一部手機，我自己一個打造年收入破百萬嘅事業。我哋都俾社會洗腦咗，唔中意社交係一個問題。好多人周圍參加活動派卡片，識一大堆人，你睇唔出其實佢哋人生有咩好咗㗎。基本上好多活動都係使錢兼陪笑。內向人先係更加適合創業，因為我哋有好深度嘅觀察力，更加識得睇人哋嘅眉頭眼額。第二，我哋會建立到高質量連結嘅深度關係，所以我嘅課程呢，上年100幾個轉咗做而家唔多於8個，再到做1對1嘅陪跑。對我嚟講，有一個真心信我嘅人遠比起有1000個 follower 有意義。第三，我哋可以好長時間沉浸喺自己嘅小世界，呢份專注力係最強嘅實力，所以一個人係可以好強大，去打造合適你嘅一人事業。當你打磨出自己嘅價值，大把人主動嚟識你。想將你嘅內向天賦發揮，留言覺醒，同你分享我一人公司成功嘅秘密。